社民咱来关心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的消息，伊涉嫌收人红包500万，合同地检署依照贪污罪起诉，求刑12年。经过4点钟的庭审，桃园地法院伫今日透早点外呢，裁定2800万块交保，限制住所甲出境出海。伊的亲人伫111分钟内，也就是较无2点钟内，将钱传好势。不过，干那要点这个钱，这个疑方就用差不多2点钟。郑文灿被收押前后有48天，透早5点外行出法院时，看起来真疲劳，看起来加真瘦，过程拢无讲话，就上车离开现场。怎么证明自己的清白？收押48天，总算得到自由。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，搁再出现伫镜头前，已经消散落马，被头章嘛加发过来机。4点钟的侦讯结束，伊行出桃园地方法院，规路无讲话，紧上车。郑文灿涉嫌伫桃园市场的境内讲食钱食500万。检方认定，伊自头到尾拢无申请缓刑，无悔改意思，求处12年的当刑。桃园地方法院认定无羁押必要，裁定2800万交保。报名1点25，裁定交保。郑文灿的阿兄2点41，都拖行李箱仔装出第1批现金，3点多，搁再挂纸袋仔装出第2批现金，前后敢若用111分钟。这大条钱，所互法院用将近2点钟的时间来点钱，一直到5点02分，郑文灿才离开法院，暂时得到自由。同款牵涉到案件，而且宏基大福集团前副总经理侯水文、甲顾问廖俊祥甲后生，分别是以25万到205万不等的金额交保。被羁押了48天之后，郑文灿终于可以交保回家，而他被限制住居以及出境出海8个月，限制住居的地点就在台北市中正区的住处这里。郑文灿牵涉到贪污，去红起诉。虽然是2800万交保，不过检方有权继续对查盗窃秘密甲财产不明这2条另案侦办，后续恐惊阁有真侪摆法定的攻防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